8、9、有嘞，是，哦，我上一支他夹了12个哦。哦，真的哦哦，，那这样你输哦。对啊，他12颗啊，用boy。用背的做唔对啦，唔怕你也啦。无讲，又讲落就好啦。啊，用夹的啦，哦，录音噶，来，叫我做来基本嘢。老师到了没？哎，国外老师到了还差一点，到了，嘞。来，请形容我们秋霞老师用3个成语来形容。来，美若天仙，哎呦，倾国倾城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刚老师小刚老师说谎啊，什么意思？说谎，说谎是不是要电击？好了，我说一个答对的那个。好，花容失色。闹热到你睇，闹热冲啊來，睇下好嘛，蒙古啊！来，吉娜太高好。哎，今日係你空約，哎，安尼觀眾朋友親好親隔意嘅鬧熱特別嘅嘛。冇錯，鬧熱自比無。哎呦，所以俺就搶到客家嘅親無自比嘅，冇錯，親友自比嘅。我們今天是比智商低，哎呀，好朋友啊，今日要出來了，叫我搞。跳好了 PK 啦，福州兩吹嘛。係啊，觀眾朋友看到佢都當歡喜啊。係啊，我兩吹，兩吹啊，鬧熱吹，鬧熱吹在那邊。跳前兩，哎呀，什麼？自己說你是鬧熱哦。等一下，分好了，還是我來挑，我來挑。你挑，你挑，好不好？我來挑。你挑一排。哎呀，我不能挑一些那種拐瓜裂棗的那種。重點一排吹啊！一排吹啊！啊，一排吹啊！挑不出，挑不出來。对，怎么最近啊你肿的这样？谁啊？李维伦哦。对啊，你为什么？你最近有事啊？人演得出来，記得李維倫哦。係啊，用水給。我聽人聽我講係張迪咧。你家應該個時候臭吃的東西啦。好啦好啦，我覺得以年齡來分配。好啦好啦。我也比較年長一點嘛哈，所以我要找一些年長一點的。對啊。鬧熱吹嘛，有冇？秋下欣賞，這吹走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倆吹秋下吹啊哈。下面這一排鬧熱吹。加油！哦，哎，你師傅不用寬槍槍啊，哎呀。哎呀，其他就會擂腿吹啦，隨便啦哈。好，後面哈。擂腿吹，我看到蛤蟆老師，我就覺得好像差不多就這樣了。真的。好嘞。好，馬上進行級別體育單元。哎，來教我。來。哦，體育單元，愛去採果王。要從單元睇個動作師的吧？應該啲啦哈，你能夠吹欣賞咧就出題啦哈。你唔是介紹，唔是乜噶啦哈。糖豆以後就做得出來搶他，哦就會比他咯，好唔好？好 ，OK 啦。他對就得1分哦，他唔抽就 KO 1分哦。好，騙你。好，準備好了，好來，啊你馬上要進行了哈。你嘅題係行二個誒。小強老師，來，小強老師一唱。下音樂。啊，就夾跳嘛，哦，來，鬧熱吹，撕裂頭髮，唱飛彈，你手下欣賞，你手下小姐係哪個誒？哪個？咪咧多數個前奏動到歌嘅啦，撕裂歌咩嘿啦，頭髮開咩嘿啦？啊，你本藝術太好啦，跟你撕裂嘅頭髮。咪咧多數，頭髮開啦，咁啦，錯。哪一條人講頭髮開嗎？頭髮開啊，撕裂過。嗰本一百幾飛哦。哦，一百，咪咧多少？想來曖昧，也要哪裡整？
笑。冲的嘛，有送来嘛，显铺了你冲都有哦，送嘛。嘿，钱包拿到冇送，冇送嘿哦，啊就他唔冲的啊，来，刘德军，换你们。嘿麦哥，来思念，真啊真思念哦，大阪啊游山妹，大阪啊游山妹，大阪山妹，山妹来情缘哦，哎呦呦的呦，恭喜吕德军答对。兄弟，在咪的多少当多跳下就唔讲头发块，就不一百几死分，脸狗哎，你们，哎呦，就真的。讲两条狗的讲，讲不一百几分，还会讲头发块，真的不人嚟的啦，什么字也还会不欠块。真的啦，老人家的，上来上去，较执念的话，安尼，这上到都答出来对。要买，我还会塞来的。那不是来用啦。哎呀，他会你个死脸狗啦，白一集就让别人。球啊，先生。对嘛，好了。哦，跳下冲过来啦。哎，你吃饺的经常听一题啊。啊，来，冲但起来啊！他咧，你吼肥太以后咧，我强下来冲过诶，好不好？好。听一题，强用系韩语歌诶哦，有小强老师有请。来。来，吕德军梁先生，抢肥太，抢肥太，平行线，漂亮线，他对。你总算记得讲过诶，哎，根本也蛮敢记得啊。哦，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。哎，是那个，没给替代比他抽的呢。真批量礼拜，真给呢。我歌曲都听了好几遍。哦，真的，你就想说你的歌应该会出来。对。真的哦，因为每次都没有猜到。跌破眼镜呢。你大概去给他狗都弹唔出来，给他们讲2万年狗哎。哦，恭喜哦，总算抽来漂航线，他对。冲两条狗来，漂航线。冲漂航给两条线，爱电到那一张爱恋深夜，问世界情黑点，黑唔黑前世注定今生无缘，来到一胸漂航给两条线。自曾转身已告别最后一面，已给天，已给天，永远前世情，今生给缘。好听，这条歌真的好听。真的好听。有啊，给蛤蟆老师这么深情投入演唱，是。对啊。啊，对，我们刚应该让他单独来唱才对。没有关系，泰港好的分享哦，是我们的荣耀。是。两三铺 Q 太起搞都会冲啊，对吗？哦，这太经典了，那条歌。哦，恭喜吕腿军第6票，恭喜加油一下，加油啊！哈，摆走，加油一下哈，沙雷，进行第3題，韓語歌，麥雞歌，韓語歌，來，小強老師。哎呦，好像阿拉丁哦，这有點印度歌的感覺，印度歌誒，感覺。李維倫，兩個選擇俾他，衰唔劈，衰唔劈，係慢嘢歌誒，廿嘅，好慢嘢，吉娜棒子，答對嘞，哇，這個聽得出來啊，小強老師，挺故意誒，他故意給你彈個印度音階是怎樣？故意誤導哦，我那個音還會跳舞，故意誤導誒，還會扭誒，最後的有愛真正的粉絲，你看，哎呦，咁巧，弄嘢吹，第一題算6分啊，來。
原唱者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来，他个弹一下，来，所以唔得，来。有歌词，有歌词，有乜啲？講叫我。故事是嘅愛，相愛要你強悍。係講伊恨伴愛來照顧伊，叫叫衝衝，真心擁有同伊作伴。傻傻就會看到那個身影，一千千個笑容都在我心溫度。我陪天夢共有一樣，不愛孤獨難耐哦，說唔得煩躁嘅愛。不要唱到後面，你有沒有兩題？為什麼這題沒有卡啦？哎，為什麼？不是那個就是要展現你的歌唱實力。他個小聰唐天聰的導演，標準那嘛個標準來起來都不卡 CD 標啊。那小威不用出來啊。我覺得我們原版的編曲比較好聽啊。你標準，你偏手啊，標準。沒有，我是我原版的編曲比較好聽啊。好啦，恭喜咱要出第一分。好。沙雷金行 TCT 哈，翻譯歌嘅哦，翻譯歌，翻譯歌。你干嘛？你要打人啊？有苍蝇啊，就是这样挥一下，奇怪。他刚挥苍蝇啊。环境要管理一下。有，我刚有看到。你还真的要把人家扒了耶，真的。扒了耶。来唱比赛。哎，什么歌啊？我忘记了。歌呀。哎，我很好。我很好，要慢嘢歌哎。恐龙偶像。哎，冯世军有哎，恐龙偶像。恐龙偶像的歌，你不敢承認，你講咗還唔似搞嚟衝嘅嘛？來，恐龍偶像，他對，緊張嘛？我知道，生活已經不再你圍繞，我一直有說到做到，不再讓你成為我唯一的煩惱。我很好，你知不知道？當我想起你已經能微笑，晚上我已經睡得着，只是夜裡幾點睡着，我不知道。哇！對啊，為什麼他卡啦？好爽哦！裡面演衝誒奇怪誒。偶像啊。因為製作單位認為他用放的比較好。這樣講我比較能夠平衡一下。他沒有，他只是放原曲。哎，不過裡面衝得清後呢？不能衝得懂我啊。對的很好。感覺很快呢。你不要看他，你會覺得好像是許光漢在唱這首歌。看了會怎麼樣？看了變什麼？快點變嗎？快點嗎？看了會變賴清德唱歌。不會，看的是偶像在唱歌。哦，第三個偶像那邊呐，係嘛？有，真的。哦，唐嘅嗰位艾青紅，偶像。哦，恭喜，咱嘅出要第一分哦。哦，再回答，今題係行二個嘅。小剛老師很故意。小剛老師沒打。先講，來，先比猜一下好嗎？好來，你得金馬獎了是不是？1、2、3，基總罰，扣聽。你們剛剛省成這樣答錯很糗。不會，我們很有把握。答對了。可以啊。哦，一條歌誒，基總罰，來，衝一下好唔好？好，來衝。給律法，把謝謝將思辨怕法為了感，呀律法，黑暗用陰給永遠，你年年可以點燃。
对，竹北市长写的歌。我们董哲很经典，也好听，两条歌是年轻很有气质，很有。是，然后 Q 都黑，对，真的。哦，恭喜啊，恭喜基总罚。好了，扎好了，第六题，强用是汉语歌诶，然后小 Ken 老师有奖。下一题，法语歌诶。啊，这太好猜了吧？哎，陈伟如，你还记得？你觉得会是什么？哪一个？那个澎湖湾，澎湖湾是不是？对，你这个是死刑哦。扎好了，第六题，强用是汉语歌诶，然后小 Ken 老师有奖。好嘞。好了，陈碧仪、橡皮擦、吕特吹。男女的吗？1、2、3，来跳舞。马该来跳舞。用哈了跳舞，太高了跳舞，太高了跳舞。扣听一掌，太高了跳舞。恭喜他对了。这个邱霞老师，哎，邱亚金啥？龙女风筝鸟。哎，继续唱歌对嘛？哦，来，邱霞老师来，come on，洋树比树是会扭一扭，泡泡树是我一来跳舞。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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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2、35 ，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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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2、35 ，Baby baby baby 台上冲过来跳舞 ，Baby ba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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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街头上跳舞，迎风雨风筝凉，大家来跳舞，唱不完。树片树，and 好朋友。不理你，我给你给你一半，不理我。大哥，你们家买了考生啊？没有啊，哪有？哎，你好朋友啊，那么厉害，还没冲厉害，又冲又跳嘞。冲又冲，都会给他粉丝呢。哎，你快吹啊！好来，加油啊！今行下一题，强用係行二個誒。第7題來，小 Ken 老師要唱。冇。老歌專業戶出來咧。對，傳統歌手，哎，唱吉他。一兩碰先生吧。一兩碰先生。有，OK 嗎？唔 call 天啊，彭思君。老歌專業戶 call 天嗎？ call 天啊。答對。哇！哎，講到老歌，馮世勳真勁真厲害咧。厲害啊！係啊，嗬。咩見後背啦，通常係成支，咁假如係咩？佢講係假如係冇，佢只係都係旁邊話啱係嘛？假如再一次啊！哎，你否容易哈？你衝過誒，有兩條。我都係你啦。係咪神得我佢嘛？真係哦。嚟，衝一下。嚟衝一兩碰先生。已經有3年，是所謂上的阿妹的字眼，下次的心肝，終身不敢忘，愛為山茫，愛為大表不你期望，天意將將紅。身中碰先生，秋秋春風吹你愛心肝。老狗誒！好啦，恭喜讓一吹！哎呦，集體之最哦，呂特水加油啊！哈，下來下一題，法語歌誒，請小 Ken 老師。第8題，好來。啊，這太好猜了吧！陳偉如，你還記得？陳偉如，你幹嘛要讓人家？你還丟是怎樣？我忘記是哪一首。先唱轉來啊！你覺得會是什麼？哪一個？那個澎湖灣。澎湖灣。澎湖灣是不是？好啦，你不搶算。澎湖灣，好，來，你們。來，讓葉吹。對。
马该，黑马该，乡间的小路。哦，乡间的小路，有的哦，有的，很重要。有没有逗号？哦，没有逗号。叶老师很在意哦。有没有的？有的，对。乡间小路唔冲哦，对，你这个是死刑哦。什么澎湖湾？那个音乐听起来超暗恋啊，对，澎湖湾嘞。好，来，乡间小路，恭喜答对了哈。对嘞，赶快来冲哦！小路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。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的音乐在吹响。笑意写在脸上，哼一曲相聚笑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。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嘿，哇，这个嘿好老痛。但你不觉得很经典吗？很棒啊！对啊，这些歌你看一定清后堂啊，歌词有写的。哎呀，这种歌曲一听大家都有共鸣。就像你看演唱会，哎，你听到熟悉的歌，真的哇，那共鸣点就起来了。就像罗哥《谁莫暗讲》也是啊。哦，你唱那《谁莫暗讲》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要这样。这还是一种共鸣。哦，真的哈，对啊，就想动起来。对啊，而且是怂的。对。等下，我再跳下去，等会我会起鸡呀。哎，对。罗斯邦，登来，快好！抬脚后旗。你不要这样，他还有好几个单元要进行，然后现在这样子，太耗费体力了。好了，恭喜当演吹第分。好，哦，下落来题开始讲，不要抱怨呐哈。哦，因为制作单位讲要唱鼓手老师出题。鼓手老师出题就会冲罗哥有点通灵体质哦，他这样讲清楚了。那等下我先上身一下。可以给一点点提示吗？来，还没有，还蛮合适哦，不要做那么长的 intro 好不好？你演的，效果呢？你演的那个有没有合适嘛？老师你要开始没？你刚刚那个我会猜朗塞啊。对啊，阿罗哥你好了没？哦，好了，好了，法尼啊，啊，汉尼啊，法尼，汉尼，来，老师出题，来，有请我们壮壮老师。哎呦，李碧伦，我教你冲山歌，教你冲山歌，对半夜到天光。哎呦，对吧？你吹了，教你当个吹。哎呦，为什么这样听鼓你就听得出来？冲过亚速歌，他的主打歌了。哦，所以讲出题出讲把破嘅应该咩弹得出来？里面有这么多哦。好，阿你他个就叫我唱一条歌好不好？来，衝到熱橋愛落山，不管太斜也落暖，衝到山崗無邊呀。演唱來衝山歌，你衝跳來嗌衝你，演唱來打菜茶，你打鑼鼓嗌起耶。也提示题来，提示题係行二個，行二個來。小 Ken 老師要唱。唔
名呀？为什么我觉得是那个 Sweet Child 这样就这样啊。Sweet Child 麦哪是这个啦？客语歌啦，抗议歌的啦。好姐妹呢？猛要唱哦。这好难猜哦。老师，再一次好不好？够一百。两条歌有俩一团吗？那同他这个讲一下哈，他的节奏故意弹不对，旋律是对的，节奏某个。然后是男女对唱，好不好？男女对唱哎。男对唱哎。老师再一次啊。跑得快。哎呦！女团出来，用先先。你的名字像一首诗。好。他对了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哦，没空用了，你晚一步，他 Lady First 了。哦，你马干马干，你干嘛？干嘛？我说你在骂该歌哎，都没听过啊。这首歌你没听过？对啊。你的名字唱一首诗，某堂歌。这个不是歌不红，是你没有跟上。对啊。那有一首歌叫《你的名字像一坨屎》，你有没有听过？刻在我心里的名字。哎呦，两条你有听过？听过啊，哎呀。那有一首叫《假使有来生》。哎呦，听过，哎，我跟他很熟。很红，我就认一下而已。那靠听一下，你听。两条歌哎，嘿，看我来唱哦。艺术是爱就是你比你钟情，本创作灵感保密，呀给喵给就艺术是天空的云发出爱的心，冲出爱的眼里。哎，这首歌是男女对唱吗？罗文怡还有庞家飞手机跟他合唱。对，哎，人家得金曲奖的嘞。哦，知道。哎呀，金曲奖最佳男女歌手。就我最近这几个月没出门，跟他不太熟，所以我就他没有是去年啊，不是没有前年吧？好没有。没太激动，顶多水度哦。没有，因为金曲奖啊有可能我有听过这首歌啦。哦，有他对，我误会以为是老师你们两个人唱的，所以我一直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歌啦。是我们问题就对了。还是要。好啦，好，三类题11题，我请你嘅宝玉老师。好来，来唱一个哦。好像水晶啊，音乐没有样啊，弹得出来，当然乖哦。哎，弹出来，弹出来，真的，哎，弹出来。你们不要被乐器的旋律那个节奏误导，你要弹牙音哦。老师做的够一百嘛？来，老师麻烦。认真一点。所以老师有故意滑音跟抖音，你好像故意拉错了。二胡一定要滑音的，你要他怎么不滑？好好听啊！哎啊3倍，要加快3倍。他其实这首歌速度轻加的一条歌，它是蛮轻快的一首歌。啊，老师故意把它拉的。我们先唱来，黑马加歌哎。来，请答题。他讲什么？有首曲欣赏的歌哎吗？不会吧？我这里听不出来。有首曲欣赏的歌哎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你写的吗？他是啊，是你写的哦。老师，你到底是不是代笔？你说。哆啦，有没有带一条？哎，对哦。哆啦，嗦啦。他刚刚还问了，奇怪呢，这是一首老歌吗？是老歌没错。都会传统歌 Q 你看。哎呀，那二胡老师，你如果照那个节奏这样拉嘞，哎呀嘿。嘿啊。对。哎呦，弹得出来吗？真的哈，给人去甲表演歌嘞，好噶。好来，再来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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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哦。
无用心给你一句 sorry， 浪漫嘅情怀随你行，期待花开嘅爱情，结识快乐，客家将世爱，温柔又在客家将世爱 ，Into you love me， 客家将世爱，恋爱嘅演唱会之客家将世爱，第一下第一爱。我这样听不出来哎，哇，这个老师厉害厉害，真的厉害，你才厉害嘞！所以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哎呦，真的好厉害，真的厉害。所以你的歌都是别人在代笔还是这对样？啊，奇怪，感觉唱起来这不太像我写的，我真的好怀疑哦。AI 写的吗？好啦，恭喜，厉害第一分。好，沙哈的披身衣体来，哎，好了，各位，有手老师，我们又要请我们的大魔王壮壮老师顾素欣赏了。来，准备好嘞哈，我们请顾素老师出题哦。好了，各位哦。火龙果，好了，各位哦。下面挖宝呢？不可能，是那个挖宝嘴，不可能，不是，小朋友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让东西翻念，让东西翻念，转来。有种，那韩老师，你先不要讲话。你们其他人有没有其他想法？其他想法有吗？有吗500的吗？好了，有了500没有唱火龙果，不要再想你那个是桂尼歌，它是烂人情歌。我们猜一个，我们猜一个，再一个，我们下一个，团们该好，猜看看，好，不是强攻，1、2、3，九国英雄，答错。手势，没嘴，是为了爱情不如意，只是下来是会哭。老师摇头，你那么有信心？对呀，我听那个节奏，我会以为是翁叔就是我的安慰。哦，是哦，有一点啊。他穷啊。对呀。可是罗哥说出来，表示没两条。没两条狗哎。哦，你给我糖100。好了，再来是壮壮老师来。情我就那路后听你心肝，还是新歌啊？来，老师，酒后的心声，你知道我哋会冲出来本团出来吗？我要嘴诶，我要讲诶。来文做，有了，来文俊，来。不是，像啊！哎，还是那个，听不出来。好了，勾100几分吗？切子弹的吗？好了，勾100几分吗？听不出来。老一点，很老。再老。我给你们一个提示，什么的故事，下两条狗的给你同安利农业大陆头有关联。嘿，什么的歌？什么的故事哦？什么的故事哦？等他哈，那就请壮壮老师勾100。再一次，好吗？来。彭思君，闹热的，当哒啦啦啦，那个澎湖湾的老师，叶嘉修老师，搞定了，黑了，一杯草味的咖啡，无论哪年辛苦，也着继续真好甜。外面是冷冷冰冰，当你心肝无情的冬天。有你的相片，看阮烧滚滚的手心。你的爱若真，哪会这忍心放阮一出一？
你的咖啡。噔噔噔哒啦啦啦，啊，噔噔噔哒啦啦，噔噔噔哒啦啦，噔噔噔哒啦啦。恭喜老叶吹！哎呀，恭喜恭喜，不好猜哈。哦，那个司机真的对那老哥很厉害，这真的就没问题了。对啊，老师也这个啊，诠释很有情感的。把那种被打出来，嘿嘛，哈，超酷的。对，好了，恭喜恭喜哈！两个都还没出生。刚刚是说你们他们两个还没出生，真的还没出生，真的出生的又没什么用。对。唱出来给你猜嘞。好了，沙哈雷要题沙哈雷第13题，汉语国诶，小 Ken 老师有请。好了。哦，聊一呛二胡老师，我们的西班玉老师来。又是二胡老师来。哎，传统的还有。客语。汉语哦。怎么搞？老师可以再一次吗？对啊。无限。你也听不出来。我连看了答案我都听不出来。那是你的问题还是老师的问题？我的问题，董演员的问题。好，来，老师麻烦。哎呦 ，Mankel 來，擂台吹，很衝，馬街，上衝嗌超上去衝我馬街啊，邱信，好來，5、4、3、2。你講後輕易嘅歌係嘛？恭喜，對，你們邱信，他對了。好了，好，看看今晚的唱一條歌，好了。講笑才郎，一個故事已經從西塘到大，對頭擺的流傳。笑才郎，基本應愛的戀愛無一樣，在夜空大下鞏固的路人甲來去嘞。維倫，你會說路人甲來去嘞？李比倫好好注意哦，哈！你冇搭牌啊？那是客家翻的，莫按隨便哦。頭壓 B。哦，哎呦，哎，你哋嘅單眼就搞到兩邊要公布成績結束了哈，來，公布一下。哎，你跟老葉吹得到6分，擂台吹7分，暫時領先，加油啦，好不好？哦，還有其他單眼等他上來繼續搞。這個單元結束，好了，我們進行下一個單元。來。8、9、10，好，有3個進場。他夾了12個哦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那這樣你輸哦。對啊，他12顆啊，用背。用背做唔得啦，唔怕啦。我講要高來就好啦。我用夾的啦，哦，老人家，來，叫我做來基本人。哎，一個單元係老年紫色寶，對，後樣愛一個嘅紫色啦，知識常識豐不豐富？都帶人家就對平常時嗰個有嘅冇嘅哈，事情有注意嘛，所有的資訊到底有沒有這個接收到你們腦海裡面？好不好？對，哎，你代替呢就會派出哈，各區會派出13人，係來做無共用嘅關卡。係嘛哈，係談到題目以後咧，就做得出去完成啊任務之後，當做的回答問題。當做回答問題哦。了解。第以後，你唱過去以後咧，好，比如講要做畢業，好。第一個單元係丟杯子。係，你點樣反過來？反過來以後，標過來。哎，安尼你這樣有張做的回答咯，好不好？回答問題哦，不容易哦，不容易哦，哈，哎，不好搞哦，這個真的不好搞，真的。對，我們平均一個杯子大概玩10次才有辦法成功一次，真的。我是怕這個玩到最後，大家都沒有成功，回不去了，可能會把杯子。
好来，哎，像老年吹来，先拍吹啥？来，你的驴头吹，陈立，懂。好来，我来出题啊！来，你出题，你出题来。好，我来出题了，准备好了哈。这2位一看就是。哎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哎，不要吵。来，他出题了哈。好，题目是强问客家天师台菜天师平头是铁鸡平头。哎，加油！哎，按钮有吗？是这样吗？等一下。哎，陈碧，太厉害了。不是，哎，太厉害了。哎呦，才谢谢，恐龙偶像加油！才谢谢，各位谢谢，再控制一下，差一点，不简单呢，一点点，这怎么有可能啊？你们温柔的想象。抢比赛，好了，第几频道？17台。哦。你如果答错的话，你不可以做客家人。你如果答错会被客家圈封杀。这个。恭喜吕屯区得到1分。好，下了吕屯区的拍马啥？吕屯区，哎，我们德高望重的秋霞老师的。秋霞新3年你就抢青后3给梁先生。老少对决啊！答题，也是没错。资深跟最年轻。对。哎呦，还会出题咯哈。麻祖清简单的啦，清简单。简单哈。请问台湾天师史上最崇强、主持人最严导、主持人最强的高冲选秀节目是哪一只节目？好长哦！来。哎呦，你歌你做先答题的，你歌的话你做先。哎，来，先猜，谢谢，加油哦！先加油！先后水。恭喜你出了新章！来抢比赛。龙眼给大擂台啊！哎呦，恭喜厉害！哎，我等下我教大家一个技巧。刚刚什么失败，他都到位了呢。他用中指。中指。那罗哥，你试试看。没有，等一下，如果我有玩的时候，我用中指。哦，你等下要搞呀！好。哎呦，恭喜龙眼吹对分。哦，这个节目这个题目太自肥了吧，也太实在了。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怎么会？我知道不会呢。真的啊？哎呀。哦，那你脸皮蛮厚的。本来就是啊，看不出来。来，杀了第3题，龙眼吹拍马啥？彭思君。哦。那你擂台吹就有 selfie 欣赏。带来吉娜，请出题。我要出题了，赶快。金曲歌王罗时丰，还有影子歌后林淑荣，曾以无言的结局一曲奉片太结西风。请问还有一种相片，哪一张是影子歌后林淑荣、林秀荣？这是哪一位？冇可能认不出来吧？我觉得这应该要叫孟乔跟他们2个。这不会唔对嘛？对啊，他一定猜不到啊。为什么叫影子歌后？这个等一下问罗哥一下。中指。妈妈欣赏中指。听说中指会比较厉害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还哪一张？影子歌后是哪一位？ 2號林淑榮姐。哎呦。3號是優雅姐。優雅姐，啊，这个呢？1號還蠻。1號還蠻。1號蠻正的。蠻正的。是你的菜嗎？現在很老了。姚淑荣。一個姚淑榮，一個林淑榮，一個游淑榮。那以後1號林淑榮姐。他對。唱問他為什麼叫影子？對啊。你要拿去哪里？为什么叫影子歌后 ？Shadow Singer。我是死板的，这里下面这里。这姚林淑荣。哦，你没有连这个我都不知道。哦，梁千秋。这个叫优雅。
雅，往事只能回味的优雅。哦，看起来还是林淑荣漂亮。傻傻都清强，更有气质，都清强，也金有钱，姚淑荣啊，真的吗？姚淑荣，她嫁给一个银行的老板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看起来还是姚淑荣比较漂亮啊。国库通家库了吗？几乎了，嫁给一个马来西亚的银行家。对，难怪看来看去还是姚淑荣比较漂亮。对。姚淑荣，那为什么叫影子歌后呢？为什么叫影子歌后呢？为什么叫影子？我要再重复一次吗？为什么叫影子歌后？我都还没回答你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会不会是楚荣姐那时候因为是模仿凤飞飞凤姐？有，就是好像因为这样子，她就是有凤飞飞的。那个时候一道彩虹给到节目董九的宗旨啊，他就是模仿。他以模仿的关系吗？模仿凤飞飞，所以他都在幕后，所以感觉上有点影子歌后的感觉。谢谢你解救罗哥，才是知识王。对啊，你有那么老啊？他是真的是，他就老灵魂。带这一周经验，吗？好，厉害哈！好来，恭喜老爷吹哦，得到一分。体验老爷吹得到哈！加油一下哈！好来，3號嘅題來唱美倫，美倫，你擂台吹，加油！中指，有用哈，有用哦，技巧的部分，牛郎的对决，江湖一点诀。他说牛郎对决，牛郎的对决，没有，牛郎是要靠舌头，牛郎是要会谈聊天，你去烤牛郎的时候，他第一步是要一个杯子，牛郎要烤，牛郎本坤，里面有冰块还是有什么水果还是什么，你要靠你的舌头。谁出来？嚼出来，真的哦。罗哥，你有没有底呢？你有底呢？没有。罗哥，你考过？我去考过。你有过关吗？没有，电影有演过啊。真的哦。我想要罗哥过关了嘞，哇！好了，3號了。好，3號了。2個問題係請問有客家附近自稱的食材係哪一項食材？客家附近哦。來。客家黑金哦，可以扣号吗？他。来，5次了，6次了。哎呦！來，我們今天 Flamingo。柴溪蟹，真的蠻貴啊！哦，李碧龍唱比賽，菜脯，羅皮乾，他對了。為什麼叫客家黑金呢？乜解啦？唔懂，為什麼？佢懂叫，應該唔係吧？應該係頭擺都會同嘅羅皮嘅變得面從大廈，變個清湖，變清多年，變做五色的呀。深眼以中呢，老菜脯就會被客家人視為珍寶，對吧？素有客家人參、客家黑金的美譽，是冬季溫補的好食材。俗諺云：冬吃蘿蔔，夏吃薑。不勞醫生開藥方，對吧？哈，黑金老菜譜的原態即為白蘿蔔。我們謝謝羅時豐先生為我們詳細的解說。吃蘿蔔就好像一日一蘋果，醫生遠離我一樣。不錯。我哋附近正經係啊。對啊，哦，那個多珍貴，多貴呢。老菜譜哦，煮雞湯，對啊，你嘅荷蓮條清口，還有魚咩清口，清毒解熱，又甘甜。哦，真的很棒。要喝到真的就很好，真的。喝到假的，釀死嘞。你可能假咩不少。哎呦，真的啊。因為嗰一人一手哈，嗰種真那種手啊。好啦，哈。好吧，好，恭喜偉倫哈。好，揸下來。老嘢吹係羅哥，哎，今年都夠咧。擂台吹係 man 啊。加油！羅哥是不是要用中指？对。那我愛無中指，可以吧？我有一個地方可以使用。是哪裡呢？可以先說說嗎？我怕不能播。啊，我有過人之處。羅哥要用他的過人之處，孟喬你也要用你的過人之處哦。了解係半條係客家美食嘅代表之一，北部嘅客家莊按到半條，南部嘅客家莊按到乜嘅名？好喲，羅哥，
免扣，加油哦！差一些嘞，差一些嘞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哎，粽子，勾一下，勾一下。再温柔一点。用舌头，用舌头。过人之处，靠牛郎。差一些嘞，勾一些嘞。哎，罗哥的过人之处。加油，加油！好难哦。再来！哎，好看呢，这一曲。今天的来啊，来！左教左，拜托！有些难哦，莫紧张，莫紧张，来，专心一致。好，差一点，差一些。哎呦，差一点。哎，俩轻难呢，好，不要生气，来。要足后空哦。来，过一半。哎，真的好难。哎呀，差一点。加油！怎么那么难？差一些嘞。哎呦，哇！这比按电铃还要难。来哦。哎，谁要帮我？自动按不是下班那个。哇塞，不简单哎。来，过一半。我冇简单那个。免扣橡皮擦，南浦的板条弄咩名？棉趴板。答对了，恭喜擂台吹。好，我们罗哥的过人之处今天不过人，好不好？今天没派上用场。那你们继续玩你们的，我练习这个练习。哎呦 ，Eddie， 哎呦，不错哎，哎呦，把你锅管你给答对。不过唔怕啦，你虽然是老鼠屎，但这锅粥没有坏啦。没坏了哈。哎，然后要吹3分，擂台吹2分啦。哎呦，好，耶！哦，唔怕，继续搞下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单元就结束了哈。哎，结束了哦。没有，还没结束哦，还没有，我们只是换下一个 round 而已哦。下一 round 而已哦。好了，下一 round。好来，好，来，换。好嘞，哎呦，第2 round 啊，听一团。无中用的关卡嘞。哎呀，刚告毕业嘛，哎呀，我翻杯。俩枪较简单呢。哎，夹，用个铁个块的夹是。夹饭条啦，夹是插饭条，是粒饭条啊，是粒饭条。系啊，哎，我仔特别动厉害了，慢一些啊，慢一些如果夹饭条。真的哦，遗传你吧，因为你喜欢吃饭条嘛。哎，有可能，哎呀，所以为了吃就学习，吃的就不用烦恼它，所以它现在就是很大只。哦，很用吗？按用啊，就冇问题诶。如果要玩这种游戏的话，第一题就来了吧。第一题我来，我自己报名。第一题不要，不要吗？确定？你要确定好了，吉娜好了，你想跟我们闹热队那一场？小吉娜，大吉娜与小吉娜，大小吉娜对决啊！嘿呀，好来，我不会让哦。啊，你一定输好不好？让什么？拜托你不要让。我要出题了哈。好来，请问一下哈，你如果看到这张牌子的时候，请问老板去做什么事情？哦，哎，这个指甲吹嘞哈。先夹。瓜子公休1天。10颗还有1、加油！夹3、4、小吉娜5、猜什么6、7，我靠，你太快了吧！黑嘞9，哦，来，有10。好，哎，排谁哈？哎，谁啊？对呀，排谁啊？姐姐，你可以享用，他也不一定答对，有选择啦。哎呀，瓜子公休1天，系咪个？也就讲出来没？瓜子啊。哦，啊，搞把瓜子。换做扫墓。哦。成了。抢戏了，反正。电梯来。不要浪费，他赶你了，不要浪费。按上哦。哎呦，3秒钟以前捡起来的。哦，哎，讲真的，你这下瓜子，你没下赶紧根本唔对。好来，接下来下一题。哎，第一题嘿，脑叶吹他对了哈。好了，好，三号了，李伦来，李伦。来，俩又这又需要我们的表妹出来啊。来，先问3位可以哈哈。嘿。先问题啦哈，好，请问下问哪位演员扮演嘅经典的角色？嘿，马莎係客家人，3位扮演扮演嘅客家人。哦，來，幫我。我嚟夾10粒啊！10粒啊！馬莎係客家。
3、4、2、3。哦，理论哪块乖乖呢？哎，哪块要对张来好吗？对啊，唔免哪块嘛。丢出去。哪块用从外国人哪块用？是。夹啦。10，哎呦，有个理论，来，抢比他。1号董叶发，董叶发，哎，你有可以吗？请你自己试一下。没错。哦，杀了听一 B， 输杀一下。好，来试一下。好久背啊！第3名。真嘛，没错，答对嘞，用球迷当夜吹。哎，董叶发那个时候很红呢。对啊，又香又油的那个油脂啊，油脂啊，哈，粉香粉油的油脂啊。嗰樣時他個真係撈到幾客家人咧。結果唔係啊，我係成人啊。我係成人啊，我係成字體啊，係啊係啊。非常抓得到我們客家人的神韻啊。是，他們都是非常有才華，真的非常厲害。恭喜當夜吹又得一分了。擂台吹啊，擂台吹不要當裝飾用，好不好？好來，第3題來。第3題，當夜吹秋華先生，你擂台吹小氣先生。加油！好來，請出題咯。好來，搶供出3種清明節掃墓以後會食嘅東西。哦。野飯。沒啦，先夾。我先夾10粒饅頭。先生加油！小氣先生加油一下。哎呦，5粒。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小氣先生。誒，幾客夾用誒？哎，夾啦。給他夾了12個哦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那這樣你輸哦。對啊，他12顆啊，他有12顆。乾杯。老人家算術看完吼。13粒誒。啊？13個。他沒有夾。13個。用背。用背就唔得啦。唔怕啦。冇講要高來就好啦。我用夾的啦，老人家叫我做嚟基本人咧。唔怕啦，本嚟你嘅姚小琪先生100幾飛，今日某一天會飛他抽啊，係冇？好來3種清明節，哎，你瓜子以後會食個東西，3種，來聽我想一下。雞嘛哈。哈？雞啊，然後亂嘛，亂，風亂，椰板，椰板也有，還有這個什麼？鳳趴板，高粱酒啊，高粱酒啊，你要卡拜高粱酒啊？對，就是我們要倒那個小杯。哦，你好洋人呢，挨到從拜米酒，天天在拜高粱酒。是懂多一天要食嘞，那個雞酒。雞酒，哦，有的會做雞酒，對，做雞酒，嘿，哎呦，酸，做了，做了，做的，謝謝，哎呦，冇簡單啦，擂台吹，尤其係你嘅姚小琪先生答對咧。哦，正經。好了，接下來下一題來。下一題，當年吹黑羅哥，擂台吹梁賢賢，他都配年輕的。哎呦，真的，我欺負小李。梁賢賢呢？對啊，來，請出題。這個問題才欺負人呢，真的。請問重量級嘅歌後，今仔係桃園市那邊嘅客家人。哦，真的蠻重量級的。什麼？我現在是重量級，好嗎？我去偷他身份證看一下。身份證哪會？哎，梁賢賢呐，會。梁賢賢呐，1、3、4，哎呦，差不多了，等到，好嘞，有嘞，梁賢賢有嘞，梁賢賢，答案會嗎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11送他們。啊？哦，你講那麼多幹嘛？啊？那啥還不好意思？你覺得巴德呢？你覺得哪裡？你們真的不知道嗎？不是龍哥，你覺得哪裡？是楊梅。巴德。快順。醒目。好了，結束。醒目。好啦，讓你了。謝謝。哎，醒目同八德差當然了，呢啲地方可以便宜。八德奇怪哎。想說離我家比較近。所以呢，你是要跟我在一起是不是？對啊。老師到了沒？
哎，国外老师到了，到了嘞！请形容我们秋霞老师用3个成语来形容。来，美若天仙。哎呦，倾国倾城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刚老师说谎啊！什么意思？说谎是不是要电击？好了，我说一个答对的那个。好，花容失色。杀他了哈！老叶吹来文竹，来文竹来。擂台吹陈曼橋。好来哦！出题，少女双搭。题目还蛮难的嘞吼。长夜班的时节，开传统的习俗，北部是天灯，南部是风炮，东部是邯郸炸邯郸啊，西部是起龟。起龟。东部是嘛该？东就会总铺啊，美有利跟美有利嘛该，长夜班跟习俗，长夜班，美有利跟片，哎，你这没有灵哦，哎，你这没有灵哦，没有灵哦，不要答错哦。哦，10个了。哎呦，来稳住，有了，来稳住有了，黑马该炸东西嘛哈。炸嘛该？炸那个炸龙，炸薯条，棒龙，对，炸龙啊，炸龙，不是炸龙啦，棒龙啦，哎啦，崩龙啦，嘿啦，算错了，好嘞，虽然罗哥帮你棒龙了一下啊，炸龙，你讲棒龙，他还坚持要讲炸龙，炸龙珠很好吃哦，哎，用炸用棒都可以，好嘞，哎，总铺就会没有那个崩龙，哦，长夜班的时节做的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表，很传统的习俗啦，哈，哎呦，恭喜老叶吹，哦，了啊，也擂台吹4分了哈，哎，好嘞，分数统计出来了哈，好，我们接着下一 round 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好，来第3段了哈。第3 round，第2章哦，游戏听说迄这种英雄诶，他只有看到董红有2条大夫，没杀人的，也断夫的哈。嘿，哎，圣旨到了断夫的，嘿，罗哥示范一摆，嘿嘛。对，等一下呢，如果知道答案的话，冲到这边来，然后拿到内裤，抓起来，对吧？哦，中意去以后咧，做唔得用牙术哦，吼，我用其他的方式做起来。罗哥，你有穿裤子的经验吗？腿肌很明显。要上身了。哎，差不多，快要到我们罗哥的过人之处了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阿勇差不多做对了吧？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不要弄我老人家哈。还有那这个题嘛，中的用牙术哈，就是脚套进去以后，中的用牙松处走哦哈，差不多做到就是穿到我们过人之处那里，差不多砸都给骗就做对了。就可以答题了哈。阿勇迪哈，穿到过人之处，大家都面有难色哎，罗哥。有的谁啊，某人很给搞的啊。这样没有做夫啊，对吗？某一天啊，虽然某一周会可能没2种4角裤啊。哎，我平常是比较喜欢帮人家脱了。对啊，马去送购，你有穿裤子经验吗？啊 ，sell 嘛，黑嘛哈。好，来。阿勇，大家开这个题嘞哈。 OK 哈，好来。阿勇就老叶吹派出彭思君，好来，擂台吹黑陈碧仪。哦，伟如这一关应该会赢，伟如最近应该。很会穿裤子，穿拖吧，应该。我会拖也会穿，会拖也会穿。不是他很金砖呐。对。而且他很厉害的地方，但是这一关用不到，他嘴巴很厉害。嘴巴他会配音什么的。你刚刚打我了。对，他被人家赞美，他嘴巴很厉害。好来。阿勇来出题喽，呛共出3条，由小气欣赏，创作的经典歌曲，快！来哟！来，陈碧，加油！成为了武王。
再上，不够，哎呦，哎，好了，陈伟如是不是可以了？再来，陈伟如做对了吗？再上，陈伟如，陈碧仪，哦，你可以的啦 ，OK。哦，安永，彭世军，来，彭世军来。陳偉如啊，係踩兮兮咧，來唱其他3條由小提琴上創作的經典歌曲。好了，3條來。3條。兩行線。好，來。重音。有個實到啊！哦，吳彥發。兩行線，重音，吳彥發，錯嗎？好了，恭喜安尼。彭世軍4千啊，對，他對嘛，答對了，答對，哇塞，世軍腰力不錯啊。我們覺得我們家偉如也不錯呢。偉如也不錯啊，你中間卡住幹嘛啦？不是你剛剛衝出去太慢了啦。他剛剛3秒，少人家時間嘛，對嗎？對啊，冇給咩親講呢。因為兩個感情很好啊。對啊。好，來恭喜那都對答對了。恭喜咧！農業區第一分。好的，聽一題的。擂台吹黑，有小提琴上農業吹要請到我們御用每次遊戲必出現的小強老師。來，老師來，老師來，兩個面對香港前東南川啊！小強老師，來，我們恭請小強老師。音樂，小強老師要出場嘞！來，再一次。小強老師腳還沒到，肚子先出來。好了。哎，好。小強老師，這對你來說 piece of cake 吧？對，這對一塊小蛋糕啊。不是，還是你都也喜歡幫人家拖的？我也是比較擅長不用手就可以拖掉。哦，不用手你可以拖掉。對。那用什麼方式？還有用嘴巴什麼之類的，哪裡都可以。對，這個穿的，這要有一點很有情緒。會脫掉。不是，我現在是有點怕，你知道嗎？怕什麼？因為我這件褲子是鬆緊帶的，我怕弄一弄，我自己的褲子掉。他們又硬要我玩，我想看。哎，老師，我很期待的。我有一次辦演唱會就是這樣，然後趕下去要換衣服嘛，然後就有一個小空間，對不對？然後就他要幫我叭那麼拖，哎，一拖那個內褲掉下來，哎呦，你們是有講呢，志寧燕從飛當空跟服務片跌下來，我就不敢動了，哦，只好跟全場道歉，海參海服會跌下來，好擼嘞。我還好是那個，裡面我是跨年演唱會呢。沒普通的被我演的，全國轉播的，是不是？小強老師，大事共呀！哎，夫哈，如果你褲子直接掉下來的話，我們直接就讓你們贏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准許我用手拉住我自己的褲子。還是你有想要哪一位幫你拉的？沒有，老師，你直接現在把褲子拉到這個胸下啊，可以嗎？這樣有點，直接把它拉到這裡。好了，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就開始哦，我要出題了。好了，出題來。來哦，兩題係搶用行儀共出。行儀。5種人體器官，5種我用行發共出了。來，預備起，好了，來。加油！快！加油！老師加油！老師加油！再上一點！哎，你要不要倒立？用倒立！老師用這個磨。哎呦！老師差一點，他掉了，快一點吶！哎，差一點，快點！哎，劉老師快了！老師，老師你頂我是。好來。老師到了啦，有小提琴上，劉少奇老師到了啦，他到他的小小游到了。沒有，其實我早就到了。
你早就到了。对对对，你到哪里？因为他说要遮住器官嘛。我刚刚他到这边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遮住了。其实我早就赢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那你摸看看吧。空的，想骗我？好，人体器官，人体器官来了。汉尼用汉尼哦，小康老师哈懂辛苦，真给董事长我们的器官，应该给他表达一下。不是哦，因为他没有器官啊。不是，你们让我好好弹琴好不好？他好忙哦，他来这里还要弹琴，还要写谱，还要玩游戏。哎呀，我们谢谢小康老师好不好？小康老师你要先脱下来吗？你肤先脱好了，你先赚一筹啦。还是你知道人体五种器官？打把讲有冇？木足啊，木足啊，肾马，三马，哪次啊？还乱，我觉得很合理啊。我听他剪的嘛。胎虫啊，胎虫疥虫啊，可是你答没有分数啊，你答没分数啊，没关系啊。对啊，你看我这样，我还是有达到标准哦。有，你尽力会啦哈，好不好？器官就跟黑人一样啦，差不多在你鞋子边缘而已，对不对？靠进去就到了，对吗？好了，那来，身体情商，五张好，木足，屁股，逆弓，椎，心脏，哦，他对了，好了，谢谢老师，辛苦，好累哦。裤子要还我们，撒落哎，小康老师出来了，那会EV，哦，国凯老师，你的李头青，他也是很辛苦啊，国凯。还有那你给恐龙偶像，恐龙偶像，对，一个青蛙声音的制造者啊，音效制造者郭凯老师，大象音效制造者，好不容易躲掉了，好不容易躲掉吗？对啊，上次躲掉啦。躲掉什么？哦，你上次没来嘛，对不对？玩游戏哦，给那会 EV， 哎，你后来怎么又来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今天要玩呐。他觉得没玩到，他怎么可以？你是不是也很快就会达标？可能要到明天了。一直到达不了你的那个标准点。哦，真的哈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小康老师对不对？他在帮你后面做足效果啦。好，我来出题哦。好了，来，呛共出三个形容李秋霞先生的成语，3个形容李秋霞老师的成语。成语啊，应该成语。哦，真的吗？成语轻简单呐，没问题。来，哎呦，老师加油，加油！郭凯加油！郭凯加油！老师你到了，老师到了没？哎，国凯老师到了，到了嘞！来，请形容我们秋霞老师用3个成语来形容。来，美若天仙。哎呦，倾国倾城。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刚老师说谎啊！什么意思？说谎是不是要电击？好了，我说一个答对的那个。好，花容失色。OK 啊。花容失色，这个算小康老师的，因为他是老板，你被逼迫。你学音乐的人嘴巴都那么坏吗？被带坏了，被带坏了。你都不知道他们 Q 麦里面在讲什么有的没的东西，黑毛哦。哎，有酸抽啊吗？抽啊不抽？哦，周代宝抽，可以吧？周代宝，好来，give me 酸够了。恭喜国凯老师，谢谢。裤子要还我们，裤子，裤子，喜欢这个裤子。裤子用好折好来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们等下这个单元录完再送给你哈。哎呀，你跟小康老师各一条。我们要买1件的，穿回去。好，谢谢。是不是蛮帅的？谢谢什么国凯老师？沙雷，海提，来稳住，还有2先先。姐妹，什么姐妹？你好意思，人家妈妈才跟你是姐妹吧？耶！
哦，对呀。怎么办？对啊，不公平啊！你应该是跟他妈妈差不多我的年纪。腿比他长。没有姐姐。可是你比他软 Q 啊。对啊，其实蛮你也比他年轻啊，对嘛哈，所以你不能输哦，说大声一点，比他还要长啊。好了，而且他腿比较粗啊。好了，越讲越伤人，好，对不起，拍谁啊？好来，吉娜出题来。哦，来出题喽。请问客家话的风吹是哪一种蔬菜嘞？是哪一种吹嘞？风吹。风吹。你斗牛哦，还要甩一下。这个是鞋子。哎，声音，哎呦，来稳住，小心。哇哇！多嘛，来2000钱，2000钱到嘞，2000钱到嘞，2000钱到嘞。哎，声音。其实两个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差不多。对啊，差不多。来，快压来稳住。哎，你们评断一下，刚刚谁先到？你觉得？你觉得呢？你们觉得呢？怎么样算到？2000钱呐，对，黑毛。好了，先到，好来。先到了哦，先到。蒙吹黑马该吹。来，比他一下蒙吹。好累啊。你要讲？没有，你要讲。空心菜。空心菜。他的那个空气感。其實唔啲係嘛？哎，你都附近看到佢就唔會做菜嘅。有嘗試過。假幣唔知你給的那一種。蒙吹就是空心菜，蒙吹他哋。容易擂台吹。哎呦，好，容易來扶托下來。哎，扶托下來哦，哈。什麼推扶就他講，知道有冇？較優雅啦，哎呀，優雅。哦。啊呀，哦，還配上這個音樂。對啊。哦 ，sexy 啊。哎呀，他們對這種事情都很認真呢。真的。好，沙來聽題，腦熱吹李比倫。好的。擂台吹朱龐軍。你們兩個要不要在一起？在一起好了啦，好不好？他是你的菜。哎呀，要先問我的意見嘛？他可以嗎？你不是牛郎嗎？都要可以的。他可以。不過你今天穿的真的很像牛郎。哎，真的啊，宇春哎。那我等下应该要赢，对不对？他刚应征完。我刚应征完，是你有过关吗？等下看一下我的腰力。你用舌头把水果捞起来吗？有，有好。没有教我。真的那么厉害？好了，来出题喽。请問 Q 啦春節過後嘅下一隻國慶嘅假日係乜嘅節日？春節過後。哎，你的 Q 啦哦，就是我們的除夕春節過後，下一個國定假日是什麼節日？春節過後。哎，他到了嘞！到了，这个他到了嘞！到了！哎呀，他已經到小棚了。你做對比他嘞啊！你到小棚了，來。不好意思哈，來。哎，比如平均。好，拍誰啦哈？很怕，不你跳一下哈，我們傳一下。平均來。好，搶比他。228是嗎？不是元宵節嗎？沒錯。春節過後唔係元宵節。國定假日咯，國定假日。你剛剛說228嗎？對，228。他對了。哎，朱龐軍勝勁呢？有厲害哦。厲害。哎，有個母胸哦。褲子脫掉。對，這個是小 Ken 老師跟國凱老師的。等一下，要送他們。再一兩啊。好來。按用分數統計出來咧，腦熱吹3浪，腦熱吹7分，累計7分，擂台吹8分。哎呦，還輸點呢？哎呦，加油哦！還有其他單元哦。還有下一個單元哦，就剩一個單元，好不好？把它追回來。看看吧。我希望擂台吹要繼續加油哦，彼此阿姨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有信心。來，我們接下來下一個單元。來哦。愛把講開了，愛沒講死耶。冇看到人家面啊，冇關係呢。愛把講開了，聰平常安用啊。我沒有表情啊。有。愛把講開了。咩啊你哦？愛把講開了，沒講死耶。而家會唔會一衝就一搖嘅？好來，第3道單元的音樂有問題啦！你們有請來賓演唱歌曲，然後咧
两嘴各派出一撒落回答。题目要出的佢唱的歌的地方。哦，安尼係嘛？然後用唱他的，唱他方式，方式來，唱他。迄個是講數位嘅幫。你冇唱到，要答錯的話，我們可以就換另外一位。反正答錯的要被打就對了。兩三秒鐘的打給他答錯給你，係嘛？對他有，如果你們對他有仇的話，我這一支也可以借你啊。沒錯對啦。好 ，OK， 睇住阿弟咧，哈，按有了解哈。好嘞，好，現在有請你嘅你秋華先生演唱這條歌曲，大家要注意堂哦。我們的題目會出在秋華先生唱的歌的歌曲哦。搶答，請搶答才可以搶那個。我唱東王兩句哦，哈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不要亂搶啊，哈。OK， 來，小強老師有搶哦。好來。頭髮香菜滿山崗，每次口比頭髮香啊，17、18味加落，嘿，頭髮香，17、18味加落，嘿。對呀，哎呦，叫開好糖，係清香爽啊！較少糖度咧哦，係啊，清少糖度，即係加上你要群點嘅甜嘅，人睇下。加上誒，點嘅嘅幾天天啊！我本人團用蔥按左邊，哦，其實就是魔鬼就出在這裡面。對，哦，條下要談清楚嘛，你先是孟秋華先生。秋華老師，安靜先。來。好，有個單元我派出滿意呢，來。腦熱吹派出恐龍偶像，你裏頭就係尤小琪先生。加油！好啦，你請出題啦。哦，我嘅題目係四季花開，古時地位度講嘅春天地位度披到嘅花香係乜嘅花？
发用春天的发用的马给发，马该发，你就唔知你在跳。对啊，春天的发用的马给发。对。头发呢？麦克风等，你们先退后一步，好来。好来，好。好来。规法。莲花。请抢答。耶！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不能这样子。没给俺狗，你那个不公平啊！那给俺拳上还冇公平呢，对吗？各退一步。够100，没有，你要算他们的身长比例呀。只要用太电的给俺勾。那你靠近3公分好了。哦，你这3公分有点多哦，好了。对啊。好，来。老师不要闪到腰哦。考验老师的反应能力。多带黑马该发呢哈。哦，春天的发用黑马该发嘞，请抢答。让叶吹恐龙偶像。头发。对嘞。对，你看个西龟马该发都有出现。系啊，但是皮多的发冇咁样，皮多的发用的头发，系，充电系，还有拍摄哈。哎呀，有时候其实上你就被惩罚了。对啊哈。你会不会我们的恐龙偶像还有你这种啥没做的了？没做的了哈。我有点于心不忍呢，好像可以打个5秒堂供那样有。5秒哈。对啊。好了。欣赏，拍摄了。加把伺候5秒来。来，我帮你打突任督二脉一下哦。还有，5秒到了没啊？5秒还蛮长的。你们刚那个感觉它不痛不痒啊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有，你应该有。为什么？好爽啊！多打我2次，你打我1次看看，我看会不会痛？来，用力哦，再用力。还好啦。会痛吗？那不会痛。那有没有痛吗？不会啦。对啊，装模作样。真没感觉。真的吗？里面可不可以加钢条啊？就会出人命，好不好？知道唔对？你喺合家观赏嘅娱乐节目啦，然后搞住好嘛，係嘛？容易當一吹，我上得多1分。哦，少了金行聽一聽，當一吹拍嘛啥？馮思權來。好，Andy 擂台吹陳飛儀。哎呦，這樣距離要公平哦，距離哦，體力會提後來哦。退後一步。哦，來出題咯。嗰次地波度講一田係蓮花盛開嘅時間，請問台灣哪位係蓮花最大嘅產地啊？蓮花故鄉的美稱。在哪裡？好，提示給迪耶，我覺得我知道。陳偉如，是請你來演講嗎？對啊，你要隨時注意我啊。对啊，哎，你也不在乎有点犹豫，不知道是哪里。不要犹豫，好不好？你追妹妹都不犹豫，你在那边。你不会觉得是高雄那个莲花池吧？那个莲花潭。莲潭池。莲潭池。哎，莲池潭。莲池潭。龙根湖那个啦。那里面有莲花吧？对，有很多乌龟啊。对，但是台湾还有一个地方是真的盛产莲花的地方。哎，先不能你个彭思源的肥太哈。好了，在哪里？台南八号。台南八號。哦。台南白河。確定？確定。確定啊！確定。好了，恭喜你答對了。其實台南白河啦，哈。對。你台灣有兩胎賞蓮的聖地，北部係觀音，我們觀音也有蓮花。觀音也有啊。南部就會八號那邊，台南白河。每年的賞花期是大概什麼時候？6年到半年的時間。6年到半年，兩個地方都有。地方會開花，對不對？冇錯。好，大家有空的時候。你還講什麼？你還講什麼？把麥關掉。解釋什麼？大家有空可以去參觀哈。這裡參觀一下哈。好，大家來，姿勢擺好來。對偉如有仇的，來，不能打太下面了。好來，下面。計時5秒，來。進步了。陳偉如，你可以轉過來，你剛剛的姿勢
吗？你转过来，你转过来，调下个姿势，你转过来。他在互合卵，他在互合卵，他在互小如哎。哇塞！彭世军往死里打哎！为什么你对他真的那么有仇？对啊，给阿力统裁。对啊，你跟他共同手。对啦，有意思。一烦啦。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大学，然后我们学长学弟制比较重。学弟就你是学长，是不是？学长不爽这个学弟，然后他就要被修理，欠修理哦，正经欠修理啊。这样子啊？哎呀，好啦哈，我蛮狠的，蛮狠的，真的蛮狠的。忘失了一哦，很残忍。有恭喜当年吹有第一分喽！好来，恭喜啊！好来，T3题，枪满引出来。米伦，李米伦，来，哎，女腿吹朱庞云，又是你们两个，哎，你们两个真的在一起。请退后，哎，各自退后。来，哈，好来，我出题喽。歌词伫尾度讲到秋天嘅时节，每在风中按时上，迄才按时上，迄才上嘛嘅事情。每在风中按时上，迄上嘛嘅事情。秋天嘅时节。朱航军，向晴龙，向晴龙，应该算错吧？刚赢啊！哦，晴龙啊。牛龙上来了，像牛龙，像牛龙应该是婆婆妈妈们比较会想了。对啊，还蛮该应该是像青龙啦哦，如意郎君哦，披芙蓉啦，哎毛，哎呦，好，恭喜答对了，好来伟伦5秒伺候。说好不打头，应该说好不打脸吧？不打脸了，不打脸。你脸可以打，红队可以打，要不要？你要打他吗？那你要打。好来，不客气了。好来，屁股下去，计时开始，5、4、3、2、1， 1.5、0.5、0.4、0.3。请原谅我，请原谅我。说好不打头。李明伦他等赢了，系冇？青龙赢大赢诶。对啊，奇怪嘞。年年用好啦。好了，恭喜女队追啊！好，沙雷金行 TC 题。好了，赖文竹，赖文竹，女队追在2线线。加油！加油！好来，先靠近桌子，然后退后一步。我们手太短呢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， 这个可以吗？哦，做的，好，来，差不多哈。好，你请出题。我来出题咯。梅花係你中華民國嘅國花，請問台灣還有哪一隻縣將梅花選做憲法？哦，有一隻縣加個憲法，咩係梅花哦？真的啊？哦，憲還有憲法，對不對？哦。還沒搶答。對啊，請搶答。哦，我知道。我知道。不要聽他的。花蓮。一個國家。苗栗國。哦，苗栗國。唔錯，來。耶。喺馬街，喺哪邊？哪隻縣？哦，南投。答對了。南投跟天法。偉倫，你為什麼知道喺南投？消除天之後，有去過啊，係幾間梅花。就係唔好唐記嘅，要唐記嘅。怎麼會是南投呢？對啊。就南投就種了很怎麼不是苗栗呢？為什麼是苗栗呢？因為苗栗快要成國，不是那個真的啊，不是。好，獨樹一國，知道？OK。你要一起被懲罰，你要一起受罰。同甘共苦啦，同甘共苦。跟他有仇的來有沒有？來，哎，難得。好，來計時開始。5、4、3、2、2.5。1，時間到，好了。下狠手，不知道，剛剛沒有人打你，條夢瑩打你，阿勇就恭喜當一出有第
佩服嘞！哎呀，恭喜啊！要多谢秋霞老师加唱暗河堂哦，真的太好听了。暗河堂的各位，好了，哦，也撒下了，那有请下一轮，我们邀请伟如来唱歌了，本大家谈谈啊。唱歌了，好了。 是饱满，是梦里，是梦里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张来了，张来了，做乜嘅，做乜嘅，去買菜，去買菜，去洗身，去洗身，水木咧，水木咧。 愛係客家人，想愛學客家，唔多唔多。愛把公會了，愛美公司嘅，食飽忙，食飽忙，愛用班記得。愛把公會了，愛美公司嘅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愛用班記得。愛愛認真。 黑白希望做地，搞藝嚟那的那那那，了吧？真的？大白冲2條歌就硬不？有，感覺我有啊！你加油啊！你唔會聽真爽哎！這裡會有喊你硬吧，公會。你說真的走一拜嗎？你要跟硬吧公會。這裡會有點緊張哎，在這裡唱歌很緊張。為什麼會緊張？很像在那個兩座大山就是廟的那個，好像找不到進歌的地方。跨廟那個地方。係啊，唔好緊張哦。哎，冇看到你跟面啊冇關係呢。硬吧公會，你有衝平常安用啊？ 我沒有表情啊！有，愛把公會了，沒有，愛把公會了，沒公司耶。而家會唔會一唱就也有表情管理，現在有偶包了。哦，哎，太了，這首歌還真棒哎呀！又做得好視道嘅試煙，還有會了嘅客家話，係所以你爸爸講會了，你媽媽講試煙，哦，所以兩種都會講。哎，兩種唔會講。試煙有空啊！哦，試煙有啊！太會試煙啊！會了冇辦法。會了會糖啦，會糖。哎，就會通用啦，差唔多。很多個學習。 哦，什麼 B？ 這等一下的問題可能會圍繞着偉如啊。哎，就2條歌的啊，其實就從2條歌的底部都出問題。發想的，好嗎？哎，冇錯。好啊，TVB 啊，那唱出恐龍偶像來。好，你回去 man kill。好了。哎，他手太長了。你可以前面一點，你可以前面一點。哦，你做到他頭前一些嘞，哈。好。 阿勇啊，就出問題咯。好，來出。請問由金曲暈船，哦，由金曲暈船哦，小王子嘅陳美儀，係哪位嘅客家人？金曲暈船誒。金曲暈船。意思係講哦，他很容易輕容易看到誰啊？就暈船。哦，中意佢啊！就像特別之前看到嘅乜嘅。 嘅之前講下來嘅，你會暈船。莫個講，這題答案他自己都不清楚。嚇？不，你知道我們的講啊，係冇人會係那邊人啊，然後他也很容易下船。請講答。哦，專注。來，恐龍偶像。那邊橡皮太。好來。做東。做東。係冇？錯唔錯？對。答對。那你為什麼要這樣？ 對，我剛問他說你是竹東嗎？他就這樣，不能說。哦，哎，還蠻公平的，公正，公平啊！哎呦 ，Michael 就會結束5秒的懲罰。好嘞，請伺候5秒鐘。1、2、3、4、5。
好了啦，哎，5秒了啦，真的有那么一点痛哎，我们会不会打那个193呐？家暴专家暴是193吗？家暴193吗？113，对不起，193哪里？还是有，不要打到193，113。哦，你可以打到那个长照中心呐。长照中心。1966，可以帮罗哥打呀嘛。还有，来，恭喜吕腿吹啦哈。好了，恭喜老叶吹得到1分。好，撒下来，老叶吹拍着彭子拳，来，吕腿吹由小 K 先生。好来，距离良好，距离良好哈。自己的距离良好，好嘛哈。哎，不管不会养，要不会养，杀气很重要，好吗？对对对，好了，专注，他一副瞧不起你的样子，黑吗？就知道给听超不养，黑吗？好来，请出题。出问题咯。调下烟囱嘅牙把講去了牙美講詩獻嘅歌詞，地杯度總共講到幾多擺嘅18萬。我靠！包括海會流嘅詩獻嘅多少哦？還沒講搶答呢，還蠻講。你會不會站太遠？你企太遠了吧？企太遠哦。一定答錯的。黑嗎？是嗎？那你一定，所以你他一定答錯，但你一定搶不到啊。哦。為什麼？哦，沒錯。請講答。你這樣子，我要跪了。你為什麼？你讓得太離譜了吧？黑妹，這樣喊太快，老人家那個還沒有接到。什麼速度才？這個給你了。請搶答。老師，這個給你穿比較不會痛。那我對不起你哈。再一次機會，你要試試嘛？沒有，但是因為他的反應真的太慢了，啊。思君先來回答。來，所以好有幾多擺？你知道我怎麼忍心？會現在都會說喏。你一定答錯的，我跟你講。一頭邊。西邊。西邊嗎？西邊。是寶芒，是寶芒，都會說喏。是寶芒，是寶芒。不是。其實我寫不出歌詞，所以就一直重複。哦，所以你自己知道你重複幾次嗎？沒有。我這個還唔比。幾多擺？搶比他。老師啊。搶比他。確定哦。西邊。西邊係冇。西邊哈。西邊哈。客廳。客廳哈。客廳。好，恭喜。童世軍。對了。他對了。不對。那個2遍半加起來就不是4次了。吉加哈蔥，哎，吉加蔥一邊聽聽，所以有西邊。請就處罰位置，這麼難呢？計時5秒鐘。救老師，救老師啊！救老師好了。哎，不要擋他，不要擋他，嘿。護駕。哎，你在幹嘛？你在幹嘛？你在幫他按摩？老師，頭幫你按摩一下好不好？我拿來，我幫你拔罐一下。哦，好了。老師太陽穴也拔罐一下。因為老師剛剛被打過了，他們憐香惜玉。沒錯。哎呀，不敢下太重手。哎，如果尬斯公園那個懲罰用拔罐沒，好像也不錯。哦，拔罐哦，啊，用嘴巴拔嗎？啊。我這個好像也可以，沒錯的。好，來，殺下來第3題，來。第1題，李碧倫，讓你吹，呂特吹，不要報仇，讓一下，不要報仇，讓一下。哦。冤家路窄，嘿。真的。好，金曲小王子神秘，然後加個露台陳雨希組成了一隻合唱團，請問團名我儂乜解？第1。青豆合唱團，第2，青鳥合唱團，第3，藍鳥合唱團。請講啦！耶！這一次好用心哦，好用心。哎，我們都有戰術。這沒辦法，命運安排，哎，手機搶到。嘿，哪一隻？青島、青鳥還是藍鳥？答案是。青鳥合唱團，確定不是藍鳥？不是藍鳥嗎？青鳥啊，不是青島嗎？青鳥，青島啤酒還蠻好喝的。青島贊助他，我都要被誤會了，被那個被誤導了。客廳 A1，青鳥合唱團哈。
嘿，错不错？蓝鸟啦，错了，蓝鸟是什么啦？青鸟。对，他对嘞。有一次就在竹东，然后表演，然后我弟弟就说，哎，那个 PA 大哥就说青岛吗？然后我弟就。直接不理他。你要跟他说我们是青屋，你要跟他说青岛吗？两手。对，他说青屋。妈呀，自己的笑话还记错。然后以前10年前叫做蓝鸟，真的。蓝鸟。真的哦。上去客家庄说太敢后，对，蓝鸟。蓝鸟哎。后来就被迫改名了。抢条哎，抢条哎，来，加法伺候，来5秒钟，来，计时5秒。哎，2票油，2票油，来稳住，你们都不打，不打我打了，来，帮你打。我要虎背熊腰的哎。打瘦一点，瘦身。后来，不要把平常对老公那套拿出来，那个气把它出在他身上。哎呀，慢有。好了，恭喜擂台队了。恭喜擂台好来3号的一题来唱，来文竹来。来文竹，擂台队梁先生。好了，好来，你请出题。啊，出问题咯。好来。阿爸讲会了，阿妹讲西县歌词伫尾度讲到嘅。西县强还有海陆强，请问台湾行义伫尾度嘅四海太平安，指的是西县强还有海陆强，还有其他那3只强条，哪会3只？哦，西海太平安哦。太平安起码该哦，比较简单呐。西海太平安哦，所以有5种都错嘅，唔是5种啦，唔是5种哈。起讲啦。哦，刘先生，橡皮摊。太平安的马街，大埔哦，太埔强，姚平山，他对了，高材生，这什么高材生？连基本的好冇，西会太平安，联合大学，哎呀，联大的，对呀，联大的学长，学长带学妹，5秒钟计时开始。打瘦一点。伟伦，你来报仇？那是伟伦在这里。好了，时间到。我跟你说，后面2个都是你的队友打的。没关系，这个你们随时都可以拿去。都在拿了哈，送不掉啦，好不好？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打，好不好？对，看罗哥看我不顺眼就算了啦，好不好？我打不赢你嘿。我也不敢打你，好不好？好了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3个单元总分统计出来咧。好了，9月份18分，擂台队18分。奖金1万块，平分啦，1人5千啦，天下太平哈！哎呀，恭喜哈！好高啊！好高啊！特別哎呀，你貼起幾百嘅時間，你裏邊搞到非常嘅歡喜。係啊，有錢好拿，有咩？觀眾朋友們看到非常嘅歡喜啊！我哋會繼續會做安尼貼起幾百，我俾大家看哈。係啊，但是安尼節目已經告一段落啦，尾聲啦，好冇？好彩我朋友夾咗嚟報名哈。打電話來，66667人，夾打電話來報名。好，希望大家冇唔記得，下禮拜一聽到準時時間咧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謝謝安子生，謝謝。小強老師，我是欣賞安子生。謝謝。天總嘅講講嘢，安子生。真係哦，下禮拜我唔記得咯，一聽到看人咧，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強下